议员朱正轩以目前房价所得比66.9倍，比起民国80年的16.8倍，已经是成长几啊倍。不管是土地，或者是原物料、人工的起价，为了压制房价，议员嘛关心居住正义所得的用的重新来分配，建议政府应该加增加社会主体。这个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，所以其实也大家都在讨论说社会住宅的这个推动。那社会住宅推动的话，台南市当然起步比较晚，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，台南市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南科台积电的议题，当时我们的房价相对于6都来讲是非常非常低的，它低的程度甚至说你新盖了一个社会住宅以后，社会住宅它建造的成本，它去摊提它的租金以后，发现租金比一般市场的租金还要低，还要高。对，还要高，所以变成说它的社会住宅没有竞争优势嘛。你盖了社会住宅，就租金比一般外面的租金还要低的时候，你盖那个社会住宅就是等于是浪费掉了。跟报告，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老市长赖总统他那个时候当市长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开始预前规划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成果是他当时规划的时候，逐步这样在进行中。逐步看到的一些，因为社会住宅的提供多少会有抑制房价跟房租上涨的趋势。是，我们还是希望说一个健全的社会，我们要提高我们自住宅一定要确保它的税金维持在最低的程度。除了居住正义，另外议员陈秋平嘛关心地方的发展，尤其永康东桥地区。因为近年来人口快速的增加，议员希望伫个炮后会用来规划东桥国小。虽然大桥国小伫个民国117年进前，容量还阁会使，不过伫个118年以后，希望都发局会用甲地政局搬进来规划，才用来解决地方的需求。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。